历12月初10莲师日，桃园莲花语第112次莲师会供。今日主法上师是尊贵的诸古奇美德哲旺仁波切，请合掌摄心持对三宝恭敬心。莲师会供法会开始，请师。恭请尊贵的金刚上师诸古奇美德哲旺仁波切及贝巴拉玛进入坛城。唵阿吽贝扎咕噜贝玛西利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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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吽贝扎咕噜贝玛西利吽。唵阿吽贝扎咕噜贝玛西利吽。他们也是第一次出国这样，也是最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我觉得发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供养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好，谢谢。加倍咒。
祷文。因来回主之求其用尽心宽恕，求你的圣君的美的爱，叫这人做对我前途的那个人的不计求里面，那求其多了所万的，我只被那将的那所万的。列前人皆这被宣告是可上的光荣的真理经，以及那真的要被多土地写成那所所的，那龙接着可那所完的，我见的那将的那所完的。手与共此事业成就。
珍贵的主古奇美的哲旺仁波切，于1991年2月9日出生于尼泊尔罗波萨尔当真，被罗波的珍贵大成就者马贡仁波切认定是珍贵的拉玛丹真仁波切的转世，毕生致力于佛学研究与修行。在珍贵的竹旺贝玛诺布仁波切、珍贵的卡玛古谦仁波切、珍贵的雪谦乃江仁波切、珍贵的中下清者仁波切、珍贵的堪布贝玛谢拉仁波切、珍贵的堪布南卓仁波切、珍贵的堪布次旺加措仁波切、珍贵的卓曼杨唐仁波切等珍贵上师的指导下，获得了密法修持方面的深厚传承、教诲与灌顶。仁波切的虔诚使其完成了广泛的加行修持，并深入研究了风脉、大圆满和三根本的高级修持。2007年加入南卓林寺，并推进了白玉传承的仪式艺术。2008年入学阿朱尼玛学院，并于2020年担任耶喜窝舍舍拉热德里林初级中学教师，并兼任该校编辑委员会的负责人。2021年至2023年继续在学术领域做出贡献，并担任阿朱尼玛学院的讲师。今日非常欢迎诸古奇美的哲旺仁波切莅临桃园莲花语。今日请师代表为中华莲花语显密佛学会副总干事陈太昌先生，中华莲花语显密佛学会翟美丽师兄，请师代表请就位，与会大众请起立。请合掌摄心持对三宝恭敬心，莲师会供法会开始，请师。恭请珍贵的金刚上师主古奇美的哲旺仁波切及贝巴拉玛进入坛城。